来充满，愿你灵来充满，我毫无保留，求你来充满，充满。早安圣灵，我们再次来敬拜。早安圣灵，早安圣灵，每个早晨都是新的。当我问候你，你同在就降临。早安圣灵，早安圣灵，愿你灵来充满，我毫无保留，求你来充满，充满。我们再次早安圣灵，早安圣灵，更多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早安圣灵，每个早晨都是新的。当我问候你，你同在就降临。早安圣灵，早安圣灵，愿你灵来充满，我毫无保留，求你来充满，充满，尽我所有，尽我所有，来支取你的美善，尽我所能，来认识你的心情。圣灵啊，圣灵啊，我的灵求你来苏醒，尽我所有，来献上我的敬拜，尽我所能，来吸入你的气息。圣灵啊，圣灵啊，我渴慕你，尽我所有，尽我所有，来支取你的美善，尽我所能，来认识你的心情。圣灵啊，圣灵啊，我的灵求你来苏醒，尽我所有，来献上我的敬拜，尽我所能，来吸入你的气息。圣灵啊，圣灵啊，我渴慕你。我们来开口，我们不要断了这个水流，我们来开口，为你自己的难处、你的家人、你的身体、你的工作，来大声的献上我们自己的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你的圣灵此时此刻运行在这当中，主你赐下你的耳，在这个当中来聆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主啊，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他也许在课业上有非常多的压力，那些课业好像压着他都快喘不过气来，主求你来释放他。主啊，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他的孩子还很幼小，那些幼小的孩子也压着他都喘不过气来，主你来释放他，你来告诉他，你纪念他，那些小小的孩子都是每一个祝福，每一个祝福。主，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为了他的工作，为了他的生命，他的环境，他都感到非常的有难处。主，他不知道怎么办，神你要来告诉他们，因为要更多的来认识你，在话语上中来认识你。我们很多人不读经，但一直说他的困难没祷告，神你帮助他们，他们必须在读经祷告上来突破所有的困难。主，你来保守每一个人，让他们在你的面前。主，他们有很多人的身体，他们有一些瑕疵，他们身体很多的不舒服，但是你让我们节制，要节制我们的饮食，要自己来保持自己的健康。神给我们这个躯壳是肉体，只是肉体，不过是尘土。神你帮助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来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主，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敬拜。主，与我们同在。主，谢谢你，赞美你，垂听每一个人的祷告，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尽我所有。来认识你的心情，圣灵啊，
祷告。每个早晨都是新的，让我们后你，你同在就降临。早安，圣灵，让圣灵听到你的声音。早安，圣灵，求神的灵来充满我们。充满我毫无保留，求你来充满，充满，尽我所有，尽我所有，来支取你的美善，尽我所能，来认识你的心情。圣灵啊，圣灵啊，我的灵求你来苏醒，尽我所有，来献上我的敬拜，尽我所能，来吸入你的气息。圣灵啊，圣灵啊，我渴我慕们更多的来敬拜他，尽我所有。尽我所有，来支取你的美善，尽我所能，来认识你的心情。圣灵啊，圣灵啊，我的灵求你来苏醒。更多的来呼求，尽我所有，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声音。尽我所能，来吸入你的心圣灵，我们渴慕你。圣灵啊，圣灵啊，我渴慕你。圣灵，我们渴慕你。圣灵啊，圣灵啊，我渴慕你。哈利路亚。是的，圣灵啊，我渴慕你，求你来充满我，毫无保留来充满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我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我要敬拜你，圣洁耶稣，求你宝座降临在这里，荣耀都归给你，圣洁耶稣。君王就在这里，我们万人献
就在这里。我们要高举你，尊主为大，奉你的名来聚集。主啊，你在宝座上掌管天下、地下万物，宇宙就归你所掌管。我们是你的子民，来这边一起荣耀你，用诗歌敬拜。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启示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做儿女的名分是何等的珍贵。我们要敬拜，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也让今天的敬拜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在我们当中运行。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领受到这样的祝福，成为福音的勇士，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先请坐。我们原先呢，在牧师的开会祷告之后，会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那牧师会在不定期的用信仰告白，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告白信仰。那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主题叫做尼西亚信经，大概很少听到哈。那牧师特别将这样的一个解释放在第11页，我们的那个经文跟诗歌那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简单的说明，这个是我们大公教会。什么叫大公教？就全世界奉三位一神聚集的教会，共同承认的最早的信经。它在什么时候呢？在主后325年。主后325年，你看他现在已经1000多年哈，在现在的土耳其有一个地方叫尼西亚开会。那开多久呢？从那个时候开会，一直开了快50年，你看多慎重哈！一直到381年在这个伊斯坦堡确认我们今天要一起告白的信仰。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那么慎重，那么的严肃呢？因为我们都看见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当时的基督徒或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方，很多人有不同的对耶稣基督的见解所以那个时候异端很多。我们常常看到保罗在跟他们征战，对不对？那所以大家教会觉得说这样不行，也不能说谁比较出名，他讲的就算所以就大家全地中海那个时候有教会的代表领袖都来开会，然后就经过50多年才确定这个尼西亚信经。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读的时候会看见一段很短的讲上帝，因为上帝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那第二段耶稣基督，哇，讲了3个段落，最后才圣灵，然后最尾巴是大公的教会。那让大家了解，我们读的时候觉得有那个历史感历史感。好，现在呢，牧师要邀请我们一段一段来读以后如果熟了，我们就站着一直把它念完这个比使徒信经长1倍的好，尼西亚信经，我们一起来告白我们所信的，因为这是全世界所有的大公教会都接纳，包括天主教一起来，我们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可见不可见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在一切的世代以前，从天父而生，从上帝出的上帝，从光出的光，从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不是受造的，与父同质同体，万物由他来创造。他为了我们人和为了我们的拯救，从天降临，由圣灵童真女玛利亚出生为人，在本丢比拉多任内，为了我们钉十字架，受难埋葬，按圣经的记载，第3日复活，现在坐在
坐在父的右边，他要审判，要中再临来审判活人与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们信赏赐生命的主圣灵，从父与子出，与父子同受敬，同享荣耀。他曾托先知讲话。我们信一个圣公同使徒的教。我们告白受赦罪的洗礼。我们期望使人复活，来世的生命。阿们。感谢主，我们读了这段，有没有跟你的信仰就更契合哈？其中我要请同工再抛到第二段，耶稣的地方哈。对，这里哈，我们刚刚前面就2句就在讲上帝，大家都很接受，没什么问题，因为从旧约时代就在讲上帝嘛。那这一段他大概耶稣的部分，他有提到一个点很重要，他说他是生的，不是受造的。为什么要特别讲这句？我们现在都没问题哦，但是在主后300多年，很多人认为耶稣好像有幻影说啦，耶稣是被造的啦，耶稣是上帝派来的啦，所以那个时候很混乱，所以就特别讲说他是生的，不是受造的，而且这一句话叫与父同质同体，所以圣父上帝、圣子上帝，从那个时候就确认了。那个时候我们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呢，哇，有一句他拉丁文叫我们要一直读，就表示说那句话就是当时确定那个字眼就是同质同体，这个给大家做参考。你如果要了解这个尼西亚圣经的源流我们 Google 很简单就看得见了，你打尼西亚圣经就清楚。记得我们基督徒有历史的，有传统的，不是随便这个时代大家想什么就什么，是很慎重的在告白我们的信仰。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请大家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记载在加拉太书第4章第8节至12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过去你们不认识上帝，被那些不是真神的神明所奴役。现在你们认识上帝，或者说已经被上帝所认识，为什么又要回去找那些无能无用的新秀之民呢？为什么要重新去做他们的奴隶呢？你们竟死守着某些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很替你们担忧，只怕从前我在你们当中的工作全都落空了。弟兄姐妹们，我恳求你们要认同我的立场，毕竟我曾认同过你们的立场，你们并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献诗请女诗班，今天要献唱的诗歌是《在你荣耀中》。献诗晚请夏牧师正道。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恩典节期平安7月。无论
感谢主，我们一起拍手赞美主。谢谢女诗班美好的诗歌带领我们敬拜。每一次不同的诗班的形式，就是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领受神的恩典跟祝福，也更清楚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一个美好的日子，有美好的天气。我们一起聚集，是为了献上感恩，也领受从圣灵来智慧的言语，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强盛，更加的充满神的恩典跟祝福。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看的就很清楚，我们所要分享的是什么哈？恩典节期平安七月。那我们知道在几天前，台湾就进入到农历7月，看起来我们平常不大在注意农历了，顶多是春节，对不对？突然间哇，农历什么时候到大家算得很清楚加上电视啦，很多的新闻媒体啦，一直推波助澜，让我们不注意也不行。但是基督徒，你说我生活在台湾这个社会，你不管它嘛，那是消极的。好像我们就独立一国，跟人家不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搅扰困扰。
但也是一个最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借由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哈。那我们今天诗会带领我们读了8节到12节哈。那其实如果从第1节来复习，我们就知道说，原来那个保罗为什么要这么说了哈。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读的保罗他在信仰的教导，为什么在加拉太书的第4章他会讲这段话？从头看就知道了。加拉太书第4章1到7节，他说，保罗说，还有继承人，虽然是所有产业的主人，但在未成年时却跟奴隶没什么分别。在古代保罗的时代就有继承人的这一种法定的这个就是权利了但是那个时候也跟差不多现在一样，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继承了长辈很多很多的财产，但是他还不到法定年龄，就必须被信托或是被他的那个监护人管理这样子。所以常常很多新闻电影常常在讲说监护人就乱变造到最后变成财产不是他的，变成我的。前不久不是发生很出名的5亿高中生的事件吗？那这个就是财产一让人家贪心那就一大堆问题，社会问题就出来了。那保罗其实用这个社会大家都认知的话题来讲很重要的属灵的传承他说还没信主就像这样子，就像幼年还没继承这个产业一样。第2节他说，在他年幼的时候，有人照顾他，替他管理业务，等候他父亲为他所定的日子来到。比如说台湾可能要到18岁或者20岁法定年龄了，你才可以动用那些财产。好，他说同样在灵性尚未成熟的时候，我们也受宇宙间所为星宿之灵的支配。哇，这个继承拥有这个财产的实质的控制能力，保罗用这样的比喻把它转化到说，我们人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还未信主，被社会的这些奇奇怪怪的言论影响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还没有继承到那个属灵的产业，会被星宿之灵所支配。但是时机成熟，怎么样？上帝就差遣了自己的儿子，由女子所生，并且活在法律之下，还有为要救赎在法律下的人，使我们获得上帝儿女的名分。从这个点，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你明明知道，但是你被星宿之灵控制，你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在暗，他在空中，你没有办法去掌握。关键在上帝差遣了他的独生子，然后在我们当中救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扭转的关键。换句话说，连保罗那个时代就已经知道说，有这样黑暗的灵在掌管，游行各地所以基督徒从保罗的教导说，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我的父亲。好，这个传承就是关键中的关键。第一个，耶稣基督来了，他能够驱除这些邪灵的势力。第二个，上帝说差耶稣的儿子的灵就是圣灵那这个也有一个见证说，圣灵还有圣子还有圣父，这是三位一体，在这边也见证了。因为耶稣的灵就是上帝的灵，就是圣灵，他进到我们当中。所以从这一段很浅白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有这样的恶者空中的邪灵在掌管，或是在扰乱，或是要跟上帝来抢夺人的灵魂。但是因为有主耶稣来救赎，而且他的灵进入到我们这个肉体里面，我们迎接了他，我们就有确认我们是上帝儿女的名分。所以为什么要追求圣灵？我们为什么求圣灵同在？为什么求圣灵进入我的心？都从这段话里面非常的清楚的。所以他说，这样你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
既然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就以你为继承人。那从这段话再接上，刚刚我们读的，那就更清楚了。我们再复习一下这段经文里面有3个重要的点。保罗对未信主前的信仰比喻说：第一个，我们信主前如同未成年的继承人，有那个名分，但是还没有拥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我们灵性尚未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受这些宇宙间灵星宿之灵的支配。我们不要说灵性尚未成熟，我们就平常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不是被他掌握住吗？你出生的时候，父母亲呢都要先看你说吼，乳头是安怎背字命吼，乳头吼什么阵都哇现代人很厉害，就要把它改乳头时呢，就拜托妇产科医生说什么时最好，你把我生下来那个到底是妇产科比那个星宿之灵还厉害，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以前这个风俗比较多的时候，那个妇产科医生很头痛好啦，你说没有吗？保罗说有星宿之灵，那怎么办？你是要乖乖的听着他奴隶你呢，还是你要脱离他，由主耶稣基督的灵来掌管？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抉择。他说我们还未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受宇宙星宿的不支配第三，他说上帝差遣的爱子主耶稣来世界赐下救赎，使我们得上帝儿女的名分。关键点的转折点不是这一些邪灵星宿之灵我们把它当成空气不理它，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来确认他的主权，然后我们要接受他，我们才有这样的儿女的名分。你那个奴隶或是未成年的部分就能够被消除了。最后一个，第4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事实，或是我们有这样的认知，但是圣灵不在你身上，就没有你没有得到真正的能力啊。所以上帝还差遣圣灵，就是主耶稣的灵进入我们的心，我们可以称呼他阿爸，我的父亲，让我们成为继承人。所以我们从这边就看见了为什么保罗会在第8节开始有一点在责备加拉太教会的人，因为他们有一点点受困扰。其实这个困扰我们不要说加拉太人太 low 了啦，其实我们都会。那我们怎么样从这段经文学习到这个最宝贵的神的应许？那这样我们就能够面对现在我们说铺天盖地整个台湾进入到这个7月，其实现在已经风气改变很多了，对不对？牧师在年轻的时代哇，一到中元节你可能要带呼吸器因为四则周遭一大堆烧金纸的你招不起啦。最近好像很多庙宇还在推广说现在那个污染太厉害了，不要再烧纸了啦所以现在有人烧支票，1张就够了不管如何，他们的态度，我们不是责备他们的态度，而是我们不要一直被这样的星宿之灵所控制。那所以第8节开始就是保罗对信主之后的属灵教导，他在提醒加拉太人说：我们未认识上帝前被那不是真神的神明所奴役，现在信主的为什么还要做奴隶的？你不知道乖乖的被他奴役乖乖的拜乖乖的请好兄弟吃一顿不要来搅扰我，这消极的避免。但是你得到平安吗？如果拜不够了怎么办？家里钱不多拜太少，吃不饱，哇，那糟糕了，一大堆问题来了。因为在逻辑上你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区分，说为什么这些孤魂野鬼7月才出来吃，平常吃什么？我们都没有去想这些事情。那当然，这个就是台湾的习俗，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担忧说，加拉太人还被什么灵界辖制啦，死守着某些日子、月份、节期、年份这些在我们生活上我们太平凡了不用解释你都了解。好了姓名学啦
日月星宿啦，还有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星座啦，其实就跟我们说的鲁托西背里面，其实都同样的意思。再怎么花招都逃不过这个邪灵的控制啊，灵界的控制。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它就会发展出不同的方式控制你。不同的神明的名称比如说在印度，他们就把牛当成圣牛牛肉不能吃那到台湾，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台南地区就是这个温体牛肉汤，哇，太好吃了。那为什么在那边不能吃，这边能吃呢？还不是因为有这样的不同的习俗吗？掌握住了。好，那我们就不多说。台湾人基督徒有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平安的月份节期、恩典节期传扬出去。从你的朋友、亲人开始，从你的同事开始，从你能够影响的地方开始。你不能跟他辩论，你就是要见证你怎么样在所谓的鬼月的时候，你活得很快乐、很平安，而且无代无志、无代志，平安无代志。那才是见证啊，用讲的没有用啊。好，那我们这个都了解，牧师只要带过来说，台湾社会受灵界控制的典型就是农历7月，鬼月因为是灵界总动员。最近呢，一些生意人或是年轻人他就把它仿照西方的万圣节，有没有把它戏剧化，或是好玩化，不像以前这样阴森森的，就搞那些有的没的这样。但是其实目的还是灵界的控制。那不要以为说好玩变成有趣的，那就没事，因为你还是活在他的辖制之下。台湾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知道台湾的亡灵崇拜非常的兴盛，那当然民间信仰求平安、求保波比，跟台湾400年的苦难史都有关了哈。这些历史大家我想都是耳熟能详。台湾因为早期是一个瘴疠之地，我们很多平地人的祖先是从中国那边过来的。当时的交通不方便，我们说过黑水沟，生命朝不保夕。有一句早前的一个俗语，他说10个人呢，10去6死3留1回头。6死3留1回头，什么意思呢？就是10个人从大陆唐山过来，有6个大概生命不保，要么就海难，要么就上岸了，可能遇到瘴疠之气啦，所谓的这些传染病啦，就没办法活。你说多可怜啊！1半以上失去生命而且离乡背井，也没有亲人，所以这些人呢，同来的亲友，如果有一点点能力，帮他安葬那就很好了。帮他安葬的已经袂歹连墓碑都没有了，可能盖个石头就好了。那台湾你看土石流一来，都全部消失掉了所以台湾有一种特别的信仰叫有应公，有听过万善祠，这些都是因为要拜这些无主的孤魂那我们不用讲太深，就知道说，原来这样的信仰是从这边来。当时也是一种善意的行为，因为台湾的民间习俗信仰是说，亲人长辈过世，由儿女要祭拜他，表示这个灵魂有人来照顾，那就没事。那其他无主的孤魂，主就是神主嘛，无主的孤魂，那就变成一些民间帮他来祭拜，来照顾他。好，这些故事就是我们看到所谓现在台湾亡灵崇拜的一个情况那加上现在呢，虽然那种阴森的气氛比较少了，不过邪灵又用一种办法，传播媒体
天天报哈，什么新闻都报，特别记者都去采访。那再来在商业推销，我们看到一大堆生意人在做广告。那全联呢很厉害，他说我帮你包办整桌的，你钱一花我就帮你包整桌，你也不用去买什么东西，就帮你准备好了。加上政治人物就不得了了，哇，平常都没什么事，现在快要选举了，到处去拜庙，反正什么庙都一定把这个神明抓来说他是支持我的，哇！那当然，这个社会这种氛围永远没办法消失，因为人就是有那种孤单或是所谓的一个恐惧的需求嘛，他要求平安呐，不这样做不行啊，加上这些媒体的推波助澜，那就更不得了了。好，那我们看这些哇层出不穷的一个搅扰，我们从圣经里面就找到一个很清楚的答案。追根究底是什么呢？保罗说，我们是以天界的邪灵，在黑暗世代的执政者、掌权者和宇宙间邪恶的势力作战。我们这一点就看到原来万变不离其宗呢。在印度就有印度的邪灵的方法，让他们拜那些神明。在印尼在巴厘岛，在台湾在东南亚，那不得了，神明多到你算不出来，因为邪恶势力在掌管，所以人就被牵着走。原来的以弗所书6章12节这样说：因为我们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与天界的邪灵，就是在黑暗世代的执政者、掌权者和宇宙的恶势力作战。很清楚，就是这个。然后他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习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就变造不同的掌握。那台湾当然就是所谓的鬼月、七月嘛。台湾的很多的民间的信仰，有人的信，有那个什么名人，就是以前的那个英雄人物的敬拜，有自然的敬拜，有什么大树的敬拜，有什么石头的敬拜，连动物连狗都拜那孙悟空这个根本历史上不是没有的人物也一样拜，为什么呢？是邪灵用这种深入人心的故事在控制着我们。那这一段话给我们讲一个标准答案在这里啦。所以基督徒呢，我们要怎么样用信仰的态度？我们不是去否认它，而是看见我们百姓的需要。那基督要先建立自己的信仰啊。刚刚保罗不是说了吗？耶稣基督已经为了我们来掌权啦，来用宝血除去了这一个掌权者邪灵的势力了吗？要是圣灵给我们，让我们坚定我们自己的信仰了啦。那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把这个信仰活出来，把这个神的祝福放在你的身上。要不然你讲说我否认不理他，根本就没有产生影响力嘛。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态度，第一个，坚信倚靠掌权者的主基督。哥罗西书2章15节，他告诉我们说，在十字架上，基督亲自解除了灵界执政者和掌权者的权势，而且说把他们当作凯旋行列中的俘虏，公开示众。意思是在主耶稣十字架的大能下，宝血的大能之下，这一些邪灵势力看起来很猖狂，但是都无法超越，无法脱离主耶稣基督。所以当基督徒掌握到这样的属灵的权柄，不是你到底有多能力3头6臂，而是因为主耶稣的能力、圣灵的力量跟你同在了。再来第二个，我们不只是坚信自己得平安、得释放，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要靠着祷告，邀请圣灵同住，宣告赢得属灵征战的见证。所以我们也说，为什么我们在上个礼拜大家在分享我们教会被神恩典的带领，我们经过建堂的神迹，我们经过教会整个教会架构的转型，都有神特别的恩典。不是我们这边的人有多厉害啦，我们人比别人厉害，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
在我们在转型的过程，在建堂的过程，我们谦卑的祷告，是圣灵同意的，圣灵愿意帮助我们改变，所以将神迹赐给我们，将改变的人赐给我们，感谢主。第三个就是我们一起努力传播恩典节期平安七月的福音。你要见证它，才能够改变别人。所以，邀同胞乡亲走出黑暗入光明，这个才是最关键而且最彻底的。感谢主，我们昨天大家很热闹来参与我们的瑞平牧师还有丁翠师母的婚礼哈，好高兴，而且很热闹出席的人数比我们做礼拜那个联合礼拜更多。真的，大家过一个非常棒的、欢乐的婚礼哈。我们当然昨天还大家庆祝瑞平牧师的生日，对不对？但是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是在农历7月结婚的，对不对？我们年轻人大概也不会在意啦，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哎，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农历7月什么诸事不宜啊。喜事都不能做啊，连搬家也不能做啦，连买车也不能做。但是我跟谢牧师我们在20年前买一辆车在7月买的，哇，便宜10万块。好了，我是觉得说，我们瑞平牧师跟丁翠师母他们在昨天结婚，当然是主要考量是生日嘛，又是礼拜6，但是这个是很好的见证。因为这一生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就是7月嘛，所以常常会用这个理由来做见证，哇，这个很棒。我记得我在高雄牧会的时候，有一位牧师是我的前辈，就是他退休，我去接他的棒，姓戴牧师，他现在已经90多岁了，他就常常在他结婚纪念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农历7月到了，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哇，每一年到了就是做一次见证，哇。他们这种无形的影响就很大。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师母还在，现在已经过世了哈。他还讲说当时呢，这位老戴牧师年轻的时候，这个已经当传道了，在破驻嘉义的破驻被调去当兵了所以赶快完成婚礼，因为让师母能够住进那个这个牧师馆对不对？没想到那个时候7月像最近一样，哇，刮台风下大雨那时候也没有轿车啦，也没有轿子啦，坐牛车出嫁听说全部是泥浆走过去整个新娘都泡在泥巴里面，但是印象深刻，加上是7月这个故事就随着他们每一年就这样子做见证。那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做见证。那很重点，有2个小例子做结束在苗栗昨天呢有一个平安祈福音乐会，那苗栗众教会在8月19号的礼拜6晚上，在苗栗县政府广场举办平安7月的祈福音乐会，就是要用这种方式让所有的苗栗群众说，你们在拜拜啦，或是你们在什么普渡啦、求平安啦，我们基督徒敬拜主，求神掌管照顾，我们也真的很平安呢。就用这个方式来传福音，而且邀请一位刚退休的长老教会台中忠孝路教会的王武忠牧师来担任布道讲员。这是王武忠牧师寄给我们的一个平安音乐会的一个海报另外还有一个新闻，前几天看到的，新竹湖口有一个工业区叫做汉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为老板是基督徒，而且他很坚定，就是连续16年在鬼门开前用平安礼拜取代中元拜拜。哇，那些因为他的员工不可能都是基督徒但是老板跟他们说，你来一起敬拜神，求神保护，比你拜什么好兄弟更加好。哇，大家感觉到真的有平安呢而且还请牧师去布道所以他们的原则就是说，他觉得
跟鬼没有什么好相处的，就是学耶稣一样，跟鬼互动就一阵就斥责他离开，你不要用什么办法给他讨好啦，拜什么好东西给他，他就不理你，不会来打扰你，不是，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离开。感谢主，我们可以说用这样的见证，希望你在生活上借由你的一个信心跟喜乐平安传福音给人，可是个别的或是亲友之间，不是去否定他去排斥他，而是说你看白白的求平安，我们信耶稣的真的太喜乐了，没有什么样可以搅扰我们，不是你厉害，是因为有耶稣保护。那这个我们是7月份做见证最美好的。最后牧师要邀请各位用一段破除灵界搅扰跟伤害的祈祷文来做我们的祷告。那这一段话，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拿着来跟你的朋友说：你觉得有心里不平安吗？来，我这个祷告文给你，你自己念。好，邀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个绿色的开始预备，来，万主之子，万神之神，救主耶稣，我现在诚心要向你祈祷，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过，担当罪所带给我的咒诅和报应。我要信靠你，求你用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清我一切的罪孽，救我脱离凶神恶煞的捆绑和伤害，赐给我自由和平安。求你进入我的心灵里面，驱走一切的惊吓，使我心灵平安自在，保护我，使我安然好睡。我一生愿意信靠你，求你引导我，赐给我能力，可以胜过偶像、灵界搅扰、禁忌与冲煞的威力，享受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与喜乐。求你悦纳我诚心的祈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要邀请我们的慈宝老师，他是我们的代祷团队的团长，还要亲自现身说法，把我们代祷团队所经历神的恩典，用见证来分享给大家。我们拍手欢迎他。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今天代表代祷团来做分享跟邀请，也感谢弟兄姊妹昨天参加我儿子瑞平的婚礼。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我也有写代祷卡写代祷卡，如果有神美好的回应的时候，记得就是要写回应卡，所以我写了回应卡，感谢神这么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这个中保事工已经做了16年。那这16年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投入在这个祷告里面，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代祷室里面有将近70个同工在为所有人的代祷卡祷告。那我最近在代祷室里面收到非常多的这个回应，那个代祷回应卡一大叠大概有40张左右。代祷室还有那这些回应卡都是许许多多的这个代祷神的回应写的回应卡，所以我每次到代祷室的时候，我都会为这些回应卡献上感谢。那我要说一个短短的见证，就是大概2个礼拜前，我的同事就心情很不好跟我说，慈宝，我的女儿那个这次大学考试成绩非常不好。应该是没有学校，我说那就写一个代祷卡呀。那写完他1个礼拜而已前几天他就跟我说，哇，慈宝，我女儿已经有学校可以读了，而且是国立大学，是国立大学，是从没有学校到国立大学，他非常的感谢神。我说你赶快写一个回应卡给神，他说好，很感谢。那在7月20的时候也是我的同事啦他是属于慧兰小组的。
然后呢，他就来跟我说，他的父亲身体啊有一些很不舒服哈，那就赶快送医急诊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啊，我也就赶快在学校发代祷信，在慧兰小组也发的代祷信，大家都为着雅慧的爸爸来祷告。然后呢，于是呢，我也在我们教会的代祷网，不是代祷，我们的中保代祷写了一个紧急代祷，所以大家一直为着他的爸爸来祷告。然后呢，他的爸爸在住院期间，就医生说可能是肺炎、肺结核或是肺癌，这3个可能，所以没有办法知道他的病情的时候，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慌张，而且每天出入医院真的是心力交瘁啦。但是呢，在最后医生就告诉雅慧说，他的父亲是肺癌末期。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而且他的弟弟在8年前才因为大肠癌过世，对他跟姐姐跟妈妈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痛苦。当这个痛苦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们就是祷告。所以我们雅慧就说，我就跟上帝祷告说，我不管了，就是交给你了。然后还有我们代祷室里面有这么多同工为他的爸爸祷告，就完全交托。那因着交托，还有众人的祷告，那将近这个煎熬这样的时间，那为了要确定这个癌细胞的那个原位癌是在哪一个地方产生的，于是他的爸爸呢也做了一个那个切片的检查。那切片后呢，哇，一直气胸，然后出血好多天，又带给家人很大的一个信心上的一个考验。有时候也会怀疑说，神怎么这样子的安排哈？那他那个切片做完以后，医生竟然跟他说没有切到组织，所以要重做。所以呢，他们真的是每次来学校，我问他说爸爸怎么的时候，他就愁眉苦脸说又怎么了这样子。然后啦，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信实慈爱的神，那在看似危机也是转机哦。神可能是舍不得雅慧跟妈妈还有姐姐又要面临一次家人这样子重大疾病的这样的困难，还有身心灵上的这么重大的煎熬，所以呢，这个当医生又要再一次在做检查的时候，要做一次比较就是更确认的，就是胸腔镜的穿刺检查。他爸爸说又要做一次，这是很痛苦的，所以爸爸说不要做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比较有经验的医生就说：“我发现爸爸这个肺部的这些阴影其实是爸爸就是因为他有询问他的工作，就是他是在做那个有一次泥作啦要打墙这样的工作，所以是可能是长期吸入粉尘，所以导致的阴影跟结节所以前面可能就是医生误判。所以这个透过医生的解释。”他们真的是感谢神，说他从肺癌末期转变成继续观察，所以这是真的很大的一个信心的考验。当他来到学校再跟我讲这些事情呢，我们在旁边的同事就说：“哇，太好了，真的感谢主，感谢主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雅慧，我8月20号要分享中保见证，那我就来分享爸爸这一段好不好？”哇，他真的是重展笑容他说好，去，他说去讲，他就说去说，他就是要把爸爸得救的这个见证，请我帮他说出来。他说他今天会来听，我不知道雅慧有没有来。有雅慧在楼上。对，好，这是一个神的恩典，在这个家庭当中所彰显的。我们知道这个信心的功课是没有谁可以教你的。是要经过一次一次的考验、祷告、依靠神，你才可以得到信心的功课。当然，信心的功课里面，这个祷告也很重要。我们教会呢，这个事工已经做了10多年，我们有将近70个同工用自己的时间在为每一张代祷卡祷告。有的人是早上6点就来，像我们的满族长老国珍姐，还有好几个6点就已经在代祷室为你们祷告。那还有的是像我们一个民队兄，他是从新达港开车过来祷告。
好啊，还有就是有人下班以后啊，5点下班，然后带着一身疲累，但是他觉得很重要，要来祷告。但是祷告的时候，你还可以做什么？先亲近神。我第一场忘记说，就是其实我们的代祷服事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可以来亲近神。你先来亲近神，跟神倾心吐意。哦，之前有姐妹上来分享说她在里面哭了1个月。他在里面哭了1个月都没有祷告，就是跟神诉说他的困难，在里面哭了1个月，才开始为人祷告。但是在哭的过程当中，神的医治他，神也这样子的陪伴他，帮助他。所以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感动的，如果你的时间也许可的，你觉得你可以成为一个代祷的出口，欢迎你来报名，在楼下的表格那边来填写你可以的时间。那来可以自己灵修，我们里面有放一些书，你可以为自己灵修，跟神一起，跟神祷告，跟神倾心吐意，然后再为别人祷告。我相信这是一个很蒙福的事工，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刚才 PPT 也有好，就 PPT 再播一次哈，那就是黄色的卡就是一般呐哈，好，先绿色的好来，好，就第1张好，绿色的就是我们的事工卡。如果弟兄姊妹同工，你有什么事工要进行，特别是幸福小组，你就可以来写这个事工卡。我感谢主，我去年带的 Best 6个受洗哦，嘿，所以你可以写哦，好，那这个应允卡，我说。来黄色这个就是紧急一般不可公开哦。如果你觉得你的事情不想被公开，你可以写不公开。但是我们的代祷卡本来就是不公开，对，但是不可公开就是有核心同工祷告而已，如果神对你的祷告有应允，那请你就写祷告应允卡。我们的见证实在太多了，真的是太多，都是神做的。我们的同工都是仆人，神的仆人，我们只是负责祷告。所以如果你有困难、有难处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写一个代祷卡，有这么人托住你，你会更得平安。刚才我第1场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跑来跟我说，你讲的祷告就是说你们把我们拖住了，所以我们的同工就是拖住大家的这样子的困难。好，谢谢大家。我们谢谢施宝老师在2堂做很好的见证，特别他把今天见证的主角也来这边听我想他亲自见证神在他身上所做美好的工。充满代祷有2个大部分，一个是你有没有写卡，你写了就有人为你代祷，你写了因为有印证，你就有感动，你就会变成代祷者。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循环，对不对？如果一直有人祷告都没有，天下无事，那你在那边就灵修而已啊。那是因为我有需要，而且是不同层面的，有的是我紧急的，我有很忧虑的事情要代祷。第2个是，我教会事工，我觉得自己一个人这个需要帮助，求神带领。记得先写代祷卡，别人替你代祷。当有印证的时候，你就会成为很好的代祷者。好，我们今天节目比较丰富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唱一首回应诗因为牧师没有找到国语版的，所以我们要来唱台语版。平安7月夜平安7月夜有没有？平安7月有没有？那个回应诗前面，在前面同工，在前面，在讲道完对。这个时候一边唱，那我们请我们的执事就开始要收奉献，好不好？我们一边唱一边收奉献哦，准备，大家慢慢准备啊，我们来唱来。夜一滴天顶闪闪水，月亮光光照溪边。还有台湾味大树的风微微，听着秋蝉在吟诗。上帝收赐的平安眠，耶和华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
一世人。再唱一次，我过心来，我过心因山高，也无惊灾害。伊话甲我一块，用话来安慰我，有恩典甲慈爱，甲我搭作伴，有平安过我一世人。哈利路亚，感谢主！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过一个平安的7月，而且把这个平安的信息传给你最好的朋友、亲人。我们请执事来主持我们的奉献祷告。请起立，一起来唱奉献诗歌。请坐。报告前，我们先一起来读本月金句，请大家翻开周报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读2次。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箴言15章第1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箴言15章第1节，我们一起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主礼由太平径教会吴道昌长老，司礼有更正成胡哲豪执事。第3页。上周聚会信息，请兄姐自己来过目。请我们翻开第4页，肢体交通。第1大点，本主日8月20是总会的教会与社会奉献主日。请我们一起共同来关心以下事工：公益和平、永续环境、急难救助与社群关怀。第2大点，本会定今天主日召开8月份定期小会。第3大点，下周主日8月27号举行理财有道特别讲座，邀请太平径教会吴道昌长老来主持，欢迎兄姐踊跃邀请基督徒朋友或慕道友前来听讲，领受圣经的教导，得到关键与信仰结合的人生财务健全秘诀。第4大点，本会推动第6期幸福小组9月3号主日举行幸福小组同工行前激励会，邀请所有同工报名参加。详细再请牧师补充报告。第4小点，鼓励各牧区筹划小组征召同工，请各幸福福长于9月3号以前确定组员名单，并向秀婉干事登记报名，方便预备教材。第5大点，代祷团消息，
第一小点，本会第47期中保代祷服事开始报名，报名至8月31号截止。第6大点，第2期奖学金申请，截止日期9月10号。第7大点，会有喜事消息。本会王信德长老和许娟月长老娘的女婿黄胜富牧师，定在9月10号主日下午3点，在台南中会东宁教会举行就任第9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欢迎兄姐踊跃报名参加。第2小点，本会廖燕煌姐在日前开办武村燕角虎尾寮加盟店，也提供就业机会，推广福音事工，欢迎兄姐有机会前往消费。本店也提供外卖，请为本店的福音推展来代祷。第9大点，上礼消息，本会吴志宏弟兄的父亲吴福进执事，在9月13号主日蒙主恩召，安息主怀，请为志宏兄的家族来代祷。其他消息报告，第1小点，下主日8月27号是医治祷告的时间。门徒培育事工研习会消息，请我们自己来过目。翻开第6页，牧区团契消息，第2大点，第1大点，第2小点，8月26号团契年会改选会长委员。南中松年部定在9月2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在仁和教会举行秋季例会，欢迎戚友向会长报名参加。第2大点，提摩太牧区消息。第3小点，提摩太牧区暑期生活营，透过主题分享、游戏、小组时间来学习认识自己，也增进彼此的情谊。时间定在8月22号到24号，地点在盐前教会顽皮世界。关怀代祷事项，第4大点，请为台湾进入平安7月的民俗节期，社会有平安来代祷。以上报告，接下来交给牧师。感谢主哈，我们今天要介绍新朋友特别呢，我们昨天有婚礼哈所以很多亲友特别来参加瑞平牧师丁翠师母的婚礼哈我先介绍新朋友哈，有柯惠美姐妹，惠美姐妹在哪边？欢迎你来参加。小心，小心，先让她躺着，先让她躺着。是不是有跌倒？没关系，我们请有没有人来帮忙？慢慢来，不急。有护士吗？有护士吗？好，等一下，好，慢慢来，好。好，先让他休息，先让他休息。我们杨医师在这边，没关系哈，休息一下。可能一站起来他会头晕了哈。他要欢迎柯姐妹，她太高兴了哈！拍手欢迎她，欢迎柯姐妹。有问题要讲哦哈，那个青青姐有问题要讲哦，不要客气哈。有时候站起来会突然间晕倒哈。来，我们再欢迎烟花姐妹带领的温岚姐妹，温岚姐妹在哪边？来，拍手欢迎她，温岚姐妹。欢迎你来参加哈！上帝祝福你，一个小礼物送给你，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师母哈，丁翠师母的
好朋友特别留下来参加礼拜了哈。我来介绍吴荣君姐妹，荣君姐妹欢迎你，来欢迎你啊！荣君姐妹应该是跟丁翠师母他们一起在迦南会啊，一起在聚会服侍了哈。另外一个是李杰姐妹，谢谢你，欢迎你来，啊，也是我们丁翠姐妹的丁翠师母的好朋友哈。再来还有一位是我们的严志玄有没有？先离开先离开哈。好，那这些是他们。第一堂也有好几位哈，他们昨天来参加婚礼特别留下来参加礼拜哈，应该舍不得我们的丁翠师母所以多看他几眼。好还有更重要的哈，我们要先请最新的新郎新娘到前面来，我们给他介绍一下。来，我们来请瑞平牧师和师母来前面来，让我们大家都看见，楼上也看得见哈。昨天如果没有来参加婚礼的，这认识我们的师母，来，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今天时间比较够，请师母那个瑞平牧师先简单介绍师母，要详细也没问题啦，大家不要离席就好。介绍一下师母她的出身背景好不好？她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大家平安。平安。好，那先谢谢大家，昨天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婚礼哈，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丁翠师母她是花莲人，然后是太鲁阁族所以咱第二堂都讲华语，所以比较没有问题哈所以有时阵还没讲台语哈，伊可能有时阵会突然宕机哈所以所以讲较慢的哈，也叫我怎么第二堂突然讲台语？如果你跟他讲台语的话呢，他有可能会宕机哈所以就是跟他讲这华语在之前在北部工作在北部的他们的原本的母会那个迦南会担任教会的干事那就被我拐来台南了所以没有就一起服侍所以就请大家多多照顾他，也鼓励他，为他祷告那也为我们两个祷告，在教会的服侍当中可以一起来前进，然后可以一起成长谢谢大家。谢谢，好，热烈掌声。好，先回座。牧师也借这个机会讲几句啦第一个我们的丁翠师母她嫁给曾牧师是她的一个婚姻她的家庭，但是也同样，昨天一结婚就身份变好多一个是当人家的妻子，又当人家的媳妇，那又当我们富强教会的师母，哇，不简单！突然间变角色，哇，这是要适应，对不对？那请大家为他祷告，而且成为我们富强教会的媳妇，就是大家嫁来，让我们爱他的，来关心他的来祝福他的有不熟的地方就是给他做很好的一个帮助特别是看到他要热情的他虽然很年轻，但是还要叫他师母，叫他师母那为他祷告神的恩典跟他同在。是他师母的妈妈也还在这里啦，以前有介绍过，我们再次欢迎，恭喜他，来谢谢师母好，时间不够，牧师再补充2件事情就结束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投影片有一个特别的讲道，主题讲道，在下个礼拜天，就是由吴道昌长老，他是台南纺织的，好像是总经理退休了所以是很有就是管理啦或是事业方面的能力他也是太平静教会的长老，他平时已经主持过好几届我们教会的一个那个财务的研习，就是我们说这个理财有道的研习，很多人得到帮助但是呢有人会有时间不方便不了解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他就用一个讲道的时间来给我们做解说，跟圣经用圣经来理财，让你生命最丰富。因为我们人的人生如果没有钱，那就是很难过啦。那基督徒怎么样理财？他是会讲
有圣经的根据的哈所以不只是你来，希望你能够带你的好朋友说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样教我们理财或是你的基督徒朋友都欢迎记得下个礼拜2堂礼拜邀请我们的吴道上长老来分享。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再次介绍我们的燕黄姐妹她开了一家武村燕桥的虎尾寮加盟店我是觉得很感动。我们之前有我们的芷兰执事他开店不是为了要做生意赚钱，而是为了要有很好的传福音的管道。那现在又有我们的燕黄姐妹，她也开这间店，虽然是做饮食的，但是为了比如说有提供工作机会给一些朋友，或者是说有机会能传福音所以我们也为她祷告这个做吃的不是简单的事啦而且还有任务要传福音，那真的是这个非常非常的挑战。我们为他们做祷告，也就是属灵征战无论是芷兰执事的48或是武村燕桥。那燕黄姐妹跟我讲说她开的店很有特别的名称她有一间叫做德胜养生馆，德胜现在又加了武村叫做德胜武村武村是台语变台语声德胜武村那其实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在做事业开店很多人都很热心传福音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业，你就把它当成说这是神派我来这边，不只是服务别人，而要传福音的。那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是一定要在教堂才传福音，而是在你的职场就是一个传福音的环境。我们为他们祝福等一下，如果你要留下来参加我们这个爱心午餐我听说燕黄姐妹也特别准备他们的燕饺可以大家品尝看看好，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棒平安7月。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请起立，同心来唱颂荣诗歌。吟唱完，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传颂你的名，我要永远传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赐福以及圣灵的同在，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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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做默祷来避会。第2堂礼拜结束，请各位兄姐互相请安。